每日讀經與主同行。帖撒羅尼迦前書第3章。喺呢一章，讀者可以睇到保羅嘅真性情同佢向教會嘅心腸。帖撒羅尼迦前書第3章。我們既不能再忍，就願意獨自等在雅典，打發我們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執事的提摩太前去，堅固你們，並在你們所信的道上勸慰你們，免得有人被諸般患難搖動。因為你們自己知道，我們受患難原是命定的。我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，預先告訴你們，我們必受患難。以後果然應驗了，你們也知道。為此，我既不能再忍，就打發人去，要曉得你們的信心如何。恐怕那誘惑人的到底誘惑了你們，叫我們的勞苦歸於徒然。但提摩太剛才從你們那裏回來，將你們信心和愛心的好消息報給我們，又說你們常常紀念我們，切切地想見我們，如同我們想見你們一樣。所以弟兄們，我們在一切困苦患難之中，因着你們的信心就得了安慰。你們若靠主站立得穩，我們就活了。我們在神面前，因着你們甚是喜樂。為這一切喜樂，我用何等的感謝為你們報答神呢？我們晝夜切切地祈求，要見你們的面，補滿你們信心的不足。願神我們的父和我們的主耶穌一直引領我們到你們那裏去。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，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足，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。好使你們當我們主耶穌同他眾聖徒來的時候，在我們父神面前心裏堅固，成為聖潔，無可責備。保羅關切教會嘅情況，好想親自嘅前去，但係因為撒旦嘅攔阻，冇辦法，只好派提摩太去。喺等候期間，佢內心焦急掛慮，但係及至提摩太帶翻好消息嚟，佢就歡呼讚美神。喺呢一章我都睇到患難積極嘅意義，一方面係患難見真情，使到保羅同教會嘅關係以及信徒之間嘅關係咧更加嘅密切。另一方面咧，患難係一種嘅考驗，要教會嘅信心經過試驗就更顯寶貴，對主嘅再來咧亦都更加嘅殷切嘅盼望。請我哋祈禱。神啊，求你看顧在患難中嘅教會同牧者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好，今日讀經到呢度，下次再見。